其实从大学结束以后，本来是没有要继续往上打嘛，然后就是可能因为黑哥后来有一个缘分，他打给我就说要成立 ABL， 然后我想说 ABL 是蛮特别的，是一个主客场的球赛，我想说不然就给自己1年就是挑战看看，所以他当下就签1年的合约而已。他们想说其实一开始我也是没什么机会，因为我觉得踏上职业球队其实压力蛮大的，而且因为很多各方面你就要很成熟，你要马上去适应其实是很难的。然后我是到球季过几场以后，才慢慢有机会，然后才找到自己的感觉，然后慢慢有表现这样。所以想说，第1年有这个好机会，所以我后来有签另外一个约，然后才让自己可以到现在这样。其实我第一次见到黑哥是因为国中有一个教练，他曾经出现在台啤的纪录片里面。那他因为我认识他的时候，他已经癌末了，然后黑哥也知道。但是我第一次跟黑哥见面是在参加他的告别式，对，然后大概就认识黑哥这个人。然后因为他知道他对台啤的一些照顾啊，然后一些宣传啊，然后到后来富邦到现在梦想家，就是很奇妙一个缘分。就像我跟磊哥也是从小看他打球，然后没想到我跟他同队，然后跟黑哥也是国中看到他，没想到我进他的球队，就是很多的缘分在一起的。其实每个职业球员练那么多，都是为了想比赛嘛。其实当下知道这个消息的时候，因为是开季前不久才知道这个消息，其实自己还蛮难过的，因为毕竟是期待1年的比赛了嘛，然后结果知道客场不能，那当下其实还不确定主场是可以的，是后来才确这个可以。其实心态自己有经过很多调整，然后大家跟我沟通以后，我才慢慢找回这个感觉的。我觉得转成原本是主力，转成是一个助力吧，就不要想太多，有机会就把握，机会给教练给你机会就把握这样，对啊。阿嬷的部分呢，你有来看你打球吗？还是说其实他就是在看直播，或者是说当默默支持？阿嬷以前，因为他现在家里一些问题，所以以前比较没办法出门，可是现在比较可以了。他其实有空就会来看我比赛。那去年第1年的时候，印象蛮深的，就是可以牵他出场，我觉得那个真的很温馨，然后也是你想做到想给他看的，对啊。现在他常常都锁定梦想家，因为就是也变得很爱看篮球这样，对啊。大家好，我是梦想家的吴松蔚，梦想家的直播赛事请锁定 Now News。